Hello，各位大家好。唔知今個禮拜咧有冇留意到一單都幾有趣嘅新聞，係關於保險嘅喎。有一間嘅保險公司發出咗一張3億美元嘅保單，仲列入咗健力士紀錄大全啊。咁呢一間咧就係新加坡嘅宏利保險喎。一個嘅保單咧係打破咗香港嘅某間保險公司喺2024年2.5億美元嘅保費嘅記錄嘅。財經新聞咧都會介紹到喺新加坡其實係有55位嘅億萬富豪，而佢哋加埋嘅總資產咧係有2590億美元嘅。咁原來新加坡宏利咧喺2025年嗰12個月內咧就發出咗25張嘅人壽保單，都係好大額嘅，每張係5500萬美元以上啊！保單咧係可以買得好大額，好明顯咧呢一啲嘅保單個用途咧唔係一般嘅保障為主啦，係更加複雜嘅。我哋睇下喺宏利新加坡嘅官網上面佢點樣介紹呢一張嘅保單。咁呢一類嘅保單咧係配合高淨值客戶嘅家庭財務規劃需要嘅投保，正正反映咗呢一啲嘅家庭財務規劃需要咧日趨複雜，一啲嘅家庭亦都尋求極具財務實力嘅保險公司合作，有住全球嘅視野啦，深厚嘅專業知識，滿足跨地域、跨世代嘅財務規劃需要。新加坡宏利嘅 CEO Benoit Mesne 提及發出呢一類嘅保單咧，亦都印證咗佢哋公司咧喺業界嗰個領導地位。好，咁我哋咧翻嚟咧都分享多少少呢一類嘅傳承保單，其實大概嘅操作係點樣？保單咧主要係迎合緊上一輩喺資產增值之後咧，好想平均分配或者一個即係跨世代嘅安排嘅，以至咧個家庭入邊可以有永續嘅家庭基金，亦都係一份愛嘅傳承。舉個例子，喺呢個3代或以上嘅家庭規劃入邊，呢一位嘅爺爺可以透過2個嘅方式。第一個咧就係設立家庭嘅信託。咁由於設立信託嘅時候咧，每年都需要支付嗰個信託入邊嘅資產嘅作為管理費啦。咁長期落去咧都係一個比較龐大嘅開支。有見及此咧，律師咧都會建議一部分嘅資產咧係可以透過保單嘅方式去進行傳承，以至咧保單同信託咧唔係互相排斥，而係去互相配合，更具效益嘅做法啦。咁喺保單嘅安排上面咧，都會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係會作出一個自動轉讓，譬如發生身故啦，或者一啲嘅重病嘅時候咧，咁嗰張嘅保單咧就會自動俾指定嘅家人去接管，係可以繼續延續落去超過100年。咁保單提取嘅方式咧都有2種嘅，一種就係整筆攞出嚟咧，另一種咧就係定額咁樣每月發放，亦都可以按住指定嘅人生階段俾特定嘅家人成員嘅。由於呢一個咧唔係信託嘅安排，所以去減省咗每年嗰個嘅管理費嘅開支。咁呢一度咧我就去撳一撳保險公司嗰個嘅計劃書系統。咁原來有保險公司係撳唔到3億出嚟嘅，咁係需要透過特別去 quote。咁我都未遇到呢一類要咁巨額嘅保單嘅時候咧，咁我係 broker 啦，咁我純粹去揀一間有一啲嘅公司係可以撳到3億美元嘅計劃書出嚟咧。咁其中一間咧喺第15年至到60年儲蓄嗰個嘅總價值上面咧，就同宏利嗰個做法都好相近嘅，所以就作為一個參考啦。咁原來咧去到第15年嘅時候咧，就會係個本金嘅大約係2倍，而去到40年嘅時候就真正去到本金嘅12倍。即係話如果喺15年嘅時候嗰個嘅保單本金係1億嘅話咧，其實去到第40年嘅時候就會變咗做6億啦。即係呢25年嘅時間咧，就增值咗6倍嘅。假設呢位爺爺係參加呢個計劃係用3億嘅美元擺咗入去嘅時候咧，喺第15年嘅時候就變咗6.1億，而去到40年嘅時候就去到36億。咁我哋睇下實際嗰個運作嘅呢位爺爺持有嘅呢張保單喺第15年嘅時候咧，呢6億咧，如果佢做出一個分拆保單嘅安排嘅話咧，其中嘅1億留俾自己作為生活費，
咁喺特定嘅人生事件或者患病、中風、腦退化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，可以預先指定一位嘅家人或者幾位嘅家人咧去接管一個保單，以至咧係可以動用入邊嘅資金去作為醫療費用啦，或者作為佢嘅生活費嘅。當不幸離世嘅時候咧，咁張單亦都可以作出安排，傳俾指定嘅家庭成員嘅。咁好啦，佢如果揀分拆5張嘅保單俾5位嘅孫仔孫女，每人有1億嘅保單，好似呢個圖咁樣啦。咁呢1億呢啲嘅孫仔孫女收到一張嘅保單嘅時候咧，佢哋可能係廿歲附近到啦。咁到佢哋即係增值多20年至到25年，即係去到40歲、45歲呢個階段咧，其實佢哋嘅保單值1億，亦都增值去到6億啦。亦都到咗佢哋40幾歲中年呢個階段，可能都已經結婚有仔女嘅話，如果佢哋有2個小朋友或以上嘅，亦都可以將佢哋各自嘅保單個6億又可以再分拆去俾佢哋嘅兒女，而自己咧都會留翻可能3億以上咧作為自己嘅生活費。將個保單喺每過15年至20年咧就可以分拆出嚟俾下一代嘅兒女，咁就係可以一代一代咁樣延續落去。咁一啲嘅 summary 咧，我就跳過咗唔講啦。我哋講到嚟呢度都會覺得，咦？咁我哋一般都唔係個億萬富豪噶嘛，咁所以3億嘅美元咧，同我哋真係冇乜關係。咁講嚟做乜嘢咧？亦都唔係個個家庭好似要即係將個資產透過信託嘅方式去安排噶嘛。聽咗都冇咩意思咧。原來唔係嘅，呢啲類似信託功能嘅保單咧，對於中產嘅家庭咧都相當之有用嘅。如果一個家庭係本身有100萬港元左右係需要做出一啲嘅分配嘅話咧，去到5000萬呢個範圍咧，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保單咧去作出一啲嘅安排。如果當中係牽涉到家庭成員係喺唔同嘅國家居住、定居等等，牽涉到稅務嘅安排嘅時候咧，更加需要透過律師嘅諮詢啦，去睇下係要配合信託，定係就咁用保單都可以配合得到咧。咁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，希望以上嘅簡短分享咧，都俾到一啲新嘅睇法，大家亦都對於保單保險嗰個價值咧有新嘅體會嘅。都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，或者你都可以交流下你嘅諗法嘅。多謝大家。